厥斯坦失去了2名朋友，2位关注东突厥斯坦斗争的土耳其学者死亡，被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深深爱戴的欧赞阿利夫去世了。与此同时，一直关注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政策的思想家和作家穆斯塔法尼加提欧兹法图拉逝世，享年89岁。后者是文章数量第1人，他的文章深刻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回应土耳其外交部有关数百万维吾尔人被集中营关押的声称。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邓礼声称，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建立的不是集中营，而是职业培训中心。他说，如果土耳其等国家有更好的经验，我们愿意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土耳其民族主义行动党议员埃尔坎阿克差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讲话时表示，他支持土耳其外交部有关维吾尔人被集中营拘押的声明。他说，我们支持外交部于2019年2月9日发布的声明，东突厥斯坦问题不能排除在议程之外。繁华情绪高涨，香港人举行示威支持东突厥斯坦。一群示威者举着上面写着反对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停止种族灭绝等口号的标语牌，举行繁华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土耳其卡帕多奇亚大学为了引起舆论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关注，举行了会议。美国众议院通过也门法案，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采取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行动，表决通过法案，切断美国对在也门作战的沙特联军的军事援助。众议院以248票赞成、177票反对通过了法案。3国元首在索契举行峰会，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3国领导人在俄罗斯索契就叙利亚问题举行峰会。峰会议程包括伊德利卜日益激烈的暴力、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以及组建负责草写宪法的委员会等。